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鸡怪坦克。今天呢，我要来耍我的影片的抽奖，来找那个幸运儿，用这个乱码数产生器。我看了只有4个留言，哎，算了，至少有嘛，已经很好，不错了。好，那就来抽2个幸运儿吧。第一个是3号，有第3个留言。第二个是2号，有第2个留言。OK，那这2位幸运儿，我会把那个好友邀请发给你们，你们要记得按接受，然后找时间到我的伺服器里面或公服，拿我的那个奖品